識踩單車嘅人學電單車會快好多，AI 都一樣。呢個就係遷移學習。遷移學習嘅核心就係將一個任務學到嘅知識用喺另一個任務度。想象有個 AI 睇過幾百萬張相，佢已經認得邊緣、紋理同埋形狀。如果你要成個醫學影像分類器，其實唔需要由零開始慢慢教佢嘅，我哋可以直接用佢嘅底層知識，只係重新訓練最後幾層嚟應醫學上。咁做有好大好處。首先，你需要嘅數據量會大幅減少，訓練時間仲可以由原本嘅幾個星期縮短到幾個鐘就搞掂。唔單止慳時間，好多時候訓練出嚟嘅效果甚至會更加好添。喺啲數據好少嘅領域，例如罕見病診斷，呢招就特別有用啦。就算得幾百張相，都可以靠遷移學習訓練出好叻嘅模型。呢種預訓練加微調嘅做法，就係遷移學習嘅典型模式。佢令 AI 唔再係大公司專利，小團隊一樣可以整到高質素模型。